昨天有来吗？不知道哎，我昨天没来的嘛。昨天没来，昨天那个我们家那个表弟过生，在星期三，在星期三。介绍一下，第一个是杨秀儿，第二个是那个啥，拿错，第三个是戴宗，戴眼镜的是唯一的一个戴眼镜就叫戴宗，戴宗后面是走马出三姐，筷子三姐妹之二，这个是雍真，这个是登基，罗桑，这是伏兵。这后面就是群众，就是要把那个今天星期三穿的服装比较统一。以前是星期三穿队服嘛，都穿队服，然后每个星期三都要跳个金刚舞，15分钟的金刚舞，现在没跳了，因为有些地方不让你跳金刚舞，现在很多地方不让跳金刚舞，但是不知道这边应该没事，这边跳应该没事，好像西藏，好像拉萨那边好多不让跳这个金刚舞，这个金刚舞好像有100-200年的历史。就像每个人都会跳，男女老幼都会跳。第一个是杨秀儿和雍吉都是在幼儿园内，都是教小朋友的，只是单位不一样，上班地方不一样。杨秀儿，然后后面是雍吉。谢老师，第三个是拉错，戴宗，还有谁啊？后面是李唐卓嘛，朵儿没穿队服。金刚舞它是这个宗教仪式方面，它不让，有些地方是不让跳，但是只有藏族可以跳，没藏。汉族人根本就不会跳的，有些地方是货场多嘛。温度太低了，现在耗电太凶了，1分钟掉1%左右。等会儿拍8K 算了，这首歌跳完了8K，反正充电宝
八克，哎，怎么8克的人要小一点呢？我用定焦的嘛，怪了。只要穿正装的话，我就觉得开8克还值得。那 T 恤大体没有。哎，你们苏拉吗？哦，苏拉和在罗桑的屁股后面。老罗，这个是谁？再看一下后面啊，这小孩子2、3岁，这个是谁？声音效果过之后的就不好了。
打电话嘛？啥事？不在就打电话，你妈给你喊哈，就这样。哎呀，肚子好胀，我觉得吃太多了，真的。8K， 哎呀，体积太大了。山外中
lo de mo la to mi na ki sa ki ka po ko la jo mi e yo to no tu bi nam so chen ne yo ka ma de chu ma de mo sa mo yi要送去你哟耶，俺家老早给用的钱嘞，啊，民众我也比钱都我给嘞哟，干嘛的我说的我钱啦，啊，悄悄咱们当你说了家咪，用不上的莫啥里面我啦你咪，啊，几看你可里了大钱嘞。yo kama de toma de moza boila no yo yo solo mi
也来了，8点，欧姆也来了，8点半了。哎，这两个船一样的颜色的哦。当然不和他姐姐江阳王母儿，都我回来了吧？勾着脚，勾着脚，勾着脚。这个也要3个、6个、9个、12个，差不多12个。这个可以再叫了吧？来，我过来，我试一下。那最前面，你先唱一下，我不唱。曲嘴儿，我苏拉。这是娃娃吗？那不娃娃，就是。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的，人都看不到了现在。
只看到脸和头。这个老头子应该在后面去嘛，每次卡到中间。小萝卜来了。他嘴里头了。哎，这曲珍也来了，他累到了，我的朋友都来了，都来了，他朋友来了，豆儿的朋友，无事无人，戴口罩不认识，豆儿的朋友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们听他们在唱噻，你唱。谁见这拉配送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一度拉左右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一度拉左右。豆儿的朋友。
比酒呢，迎着的拉桥松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个小喇叭哟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个小喇叭哟，嗦呀啦，把公扎一个梦，这个小喇叭哟。每朵浓蓝青松，把公扎一个梦，每朵在那去，把公扎一个梦，每朵在那去，除了呀公鸡的不，人比有那祖宗。一个梦，但毕竟那悠悠，怕公扎一个梦，但毕竟那悠悠，嗦呀啦，把公扎一个梦，但毕竟那悠悠，嗦呀啦，把公扎一个梦，天比金啦悠悠。有气。这做服装的现在有点多了，罗尔桑娜也在卖服装、藏装嘛。他名字取的那个叫欧姆的服装工作室，我以为是欧姆那边的，原来是另外的。歌唱曲镇也在卖衣服，欧姆也在卖衣服，我家茂也在卖衣服，好多个都在做生意，都是卖衣服的，卖藏装的嘛。扎西灯子秋季，我今天没看到的今天。红修，就是苏拉、曲坠儿，还是西西小西西，后面是德给两姐妹，后面是拉姆娃。
拉错，叫拉错。这个小朋友好喜，这个见到过吗？以前看到过。这个是朵儿的朋友，朵儿的朋友，这个吧，说戴帽子那个吧，戴帽子那个吧。靠，电影没有了。
永金那么。我去举秋季在蹦蹦跳跳。冲出来！
天说呀，你做都你那把哟，做都到那说那个那马上不休有时，看了那个说那米说啤酒打当天哟。下班喽，跟着喊。人生兴衰。
抖音。那么夜夜没楼顶，但能不能提干做个新年的那些的错话哟？恰个罗皮罗巴山那呀，得莫雨莫没罗的呀，大罗罗那皮罗干做的那呀，你的那些的我错完。哟呀，说那那就是多了哟呀，那是人的一套人的理呀，千里用水吧呀他，那身家家都牵起来哟呀，那身家家都牵起来哟呀。
都没这个。 80岁来了，前面几个加在一起80岁，4个人吧，4个应该大于80岁。3个半应该有80岁了。你们发现没有？那个杨杏儿一般和永吉还有拉错他们3个在一起，然后周马初和雍正两个一般在一起，基本上100%，只要欧姆就有李唐周马，两个一般100%都在一起。然后玲玲和朵儿还有张希曲珍，他们3个一般都在一起。然后守望单错一般和扎西在一起，现在分开了，现在没有在一起了。现在。分子扎西秋吉还有就基本这3个一般都在一起，现在加上翁修，他们4个人。开场的音乐，这就是跳完了，知道吧？U盘里面都放第一首歌曲，9点过9分。新歌时段，新歌，现在换新歌。咚咚咚。这2个的这2个，对，就放新歌的时候。这个小朋友是谁啊？也在跳了吗？都。你看好，穿这个哪个高一点，都差不多吧。哎呀，就是穿的鞋子看不到。
实也不算新歌啊，这老的呀。这完了。另外一个团队的。不知道是哪个团队，不是这儿跳舞送哈的啊。有电了吗？1%了，好像要充电了，我要早就关机了。1%， 8K， 超充电宝的。那个曲啊，用那个，哇，没电了。自己带没时间了。他为什么8K 太费电了？那这个是谁？这没调了吗？这才出来哟，在外面啊。这刚刚出来，你看。
去多么俺去了，俺接了。这人哪不得嘛？哎，这个啥？我靠，没电了啊！自动关机了。这人哪不的？啊？这人哪不的嘛？刚刚回来嘛？我早起去身。哎呀，8K 太费电了，8K 的基本上电用完了，电用光了。我要关机啊！这人拿不过来了，回来跳舞了。这还好的一个拿走。你还好连衣服，你没有穿衣服。是哪个是玲玲吗？不是吧？是哪个叫宝宝的吗？不是玲玲的吗？高矮不一样。他那给孙子还穿啥了呀？我刚刚好了。没有了。这人呢不回成都了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不知道是哪个团队的，不知道是哪个团队的。曲军儿。那你们还等着发奖金呢？这验完了就干嘛呢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等着给你们发奖金吗？休息了，相机没电了，边充边拍都没电了，拍8K 太费电了。这次要带几个月啊？来走了啊！我呀，要跑啊！我跑去这一会儿，跑去这一会儿。给你说。跑去这一会儿嘛。哦哟，拍啥？干嘛？拍照。哎。跟那个另外一个是啥？送哈达的那个。这是搞到后面来，等吧。是哪个？我们1.5米的都等吧。1.2米的前等吧。啊，再远一点。好。手机了，要不就女生前面来嘛，女生来。当中嘛，都是。前面进来。求求你。女生前面蹲好。啊，女生前面蹲，男生后面站好啊。我有。好。那我们这样吧。好。这样我这边。我们往后面站着嘛，都拍不下。再推。
快过啊！来推点下去哈，推点下去。往后面推点嘛。好，来看我这里啊！好，来拍张照。光哥， 3、2、1，前走。好的，来再拍个视频啊！好，边着，边着，边着。来，1、2、3，你们主任长们加油！不停，主任加油！重新来，重新好，来。来，3、2、1，开始！主任加油，加油！19，别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